神都带领我们来到他的殿中。此刻，让我们放下生活中的忙碌和忧虑，我们把心安静下来，单单的仰望主的同在。我们的神是慈爱、信实、掌权的。愿我们敞开心门，用诚实的心、谦卑的灵，一同来敬拜这位爱我们、拯救我们的主。愿今天敬拜更新我们的生命，使我们重新得力，满有从神而来的平安与盼望。现在，让我们同心合意，欢迎主进入我们心中。我们一同来敬拜、赞美主基督。在光中你走向我，点亮我里面的黑暗光景，洗去我的软弱，你接近我的生命，拥抱我如同至宝在你怀里。你走入我的生命，遮盖我心中的所有恐惧。你是我的一切，主，我单单依靠你。我要抬起头，定睛来仰望你。让我们单单敬拜你，让我们在主里欢喜，用尽我全心全意，更多更深的认识你。让我们单单敬拜你，让我们在主里欢喜，用尽我全心渴望耶稣。中你走向我，点亮我里面的黑暗光景，洗净我的软弱，你接近我的生命，拥抱我如同至宝在你怀里。走入我的生命，遮盖我心中的所有恐惧。你是我的一切，主，我单单依靠你。我要抬起头，定睛来仰望你。让我们单单敬拜你，让我们在主里欢喜，用尽我全心全意，更多更深的认识你。让我们单单来爱你，超过一切的渴慕你。你是我唯一渴望，耶稣。让我们单单敬拜你，让我们在主里欢喜，用尽我全心全意，更多更深的认识你。让我们单单来爱你，超过一切的渴慕你。你是我唯一渴望，耶稣。亲爱的天父，此刻我们安静在你面前，放下这一周的重担跟劳心。主啊，帮助我们的心再次回到你的同在里，让我们记起在世界上主基督是我唯一的渴望。
无论我们现在的境况如何，我们选择把眼目转向你，用全心全人来敬拜你。求你带领接下来的敬拜，让我们真实的遇见你。奉主基督得胜的名祷告，阿们。让我们单单敬拜你，让我们在主里欢喜，用尽我全心全意，更多更深的认识你。让我们单单来爱你，超过一切的渴慕你。你是我唯一渴望，耶稣。主里欢喜，用尽我全心全意，更多更深的认识你。让我们单单来爱你，超过一切的渴慕你。你是我唯一渴望，耶稣。让我们单单来爱你，超过一切的渴慕你。你是我唯一渴望，耶稣。让我们单单来爱你，超过一切的渴慕你。你是我唯一渴望，耶稣。主耶稣，当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思想你为我们所成就的一切，不是因为我们配得，而是因为你的爱跟恩典。主啊，谢谢你的救恩临到我们，把我们从黑暗带进光明，从绝望带进盼望。此刻我们要用歌声来回应你，宣告你是拯救我们的主。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黑夜笼罩，似乎不见光，一件绳索缠绕着我们。求你睁眼看，侧眼听祷告，你百姓在这里祈求。请会众一起起来，我们一起来敬拜主。你的心事是我们盼望，你的应许黑暗中曙光。你必睁眼看，侧眼祷告，这百姓是你所爱。急难之中，我们会转向你，你是主，这个你是主。求你转移不发你的烈怒，你是主，你是救我们的主。
似乎不见光，阴间绳索缠绕着我们，求你睁眼看，侧听祷告，你百姓在这里祈求，你的心事使我们盼望，你的应许黑暗中曙光，你闭睁眼看，彻听祷告，这百姓是你所爱的，极难之中我们会转向你，你是主，真的你是主，求你转移不把你的列路，你是主，你是救我们的主，求你医治，求你怜悯，求你兴起，仇敌就回去，我们呼求阿爸天父，你的救恩必将临这里，极难之中我们会转向你，你是主，承认你是主，求你转移不把你的列路，你是主，你是救我们的主，求你医治，求你怜悯，求你兴起，仇敌就退去，我们呼求阿爸天父，你的救恩必将临这地，极难之中我们会转向你，你是主，真的你是主，求你转移不把你的列路，你是主，你是救我们的主，求你医治，求你怜悯，求你兴起，仇敌就回去，我们呼求阿爸天父，你的救恩必将临这地，求你医治，求你怜悯，求你兴起，仇敌就回去，我们呼求阿爸天父，你的救恩必将临这地。世世代代夫妇，全心全意敬拜，齐声宣扬称颂神羔羊，众圣徒众儿女，万族万民万邦，齐声宣扬称颂神羔羊。
你名高过穹苍，你名何等伟大，你名超乎万名之上，所有光明权柄，所有能力权柄，你名超乎万名之上，众天使呼喊，圣洁，万口要敬拜，圣洁，我们高举你，圣洁，圣洁到永远。我已被你赦免，我已被你赎回，永远宣扬称颂圣羔羊。我已得着自由，奉靠耶稣之名，永远宣扬称颂圣羔羊。愿宣扬称颂敬拜你，阿门。呼喊，圣洁，万口要敬拜，圣洁，我们高举你，圣洁，圣洁到永远，圣女歌唱，圣洁，全地的君王，圣洁，你永不改变，圣洁，圣洁到永远。你名高过穹苍，你名何等伟大，你名超乎万名之上，所有宝座冠冕，所有能力权柄，你名超乎万名之上，你名高过穹苍，你名何等伟大，你名超乎万名之上，所有宝座冠冕，所有能力权柄，你名超乎万名之上，天使呼喊，圣洁，万口要敬拜，圣洁，我们高举你，圣洁，圣洁到永远，圣女歌唱，圣洁，全地的君王，圣洁，你永不改变，圣洁，圣洁到永远，你永不改变，圣洁，圣洁到永远，你永不改变，圣洁，圣洁到永远。神你的话语这样告诉我们：谁能登耶和华的圣山呢？唯有守节心清的人可以到达你那里。神啊，当我们举手的时候，我们就在宣告你的圣洁。愿我们敬拜的双手是要归给这位圣洁的神。神啊，当我们在这里祷告，在你呼求的时候，神，我们的心是专心仰望你的，我们的心是对齐你的，
让我们的心在这个时候单纯的就向着你。神啊，我们原本生命是不完全、是不配的，但因着你是圣洁的神，你不看我们生命的软弱，你反而牺牲了你自己，钉死在十字架上，流出你的宝血，你拆毁那个隔断的墙，让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到你的至圣所前来靠近这位圣洁的神。神啊，愿你在今天早上，让我们每一个人所发出来的敬拜，我们所发出来的每一个歌声，都让我们可以领受，可以感受到这位圣洁的神在我们生命当中动工。愿我们在今天早上，我们的生命因着你也成为圣洁，我们的生命因着你也得着生命的亮光、生命的力量、生命的更新。神啊，愿在今早我们所发出的敬拜，我们所发出来的每一个呼喊，也成为馨香的祭，达到你的面前，蒙神你的垂听，蒙神你的悦纳。也愿你的圣灵在今早充满在这个地方，不仅在我们的会堂当中，也在每一个弟兄姐妹的心中。让我们因着有你圣灵的同在，因着有你圣灵的带领，让我们可以到达你的面前，与你建立美好的关系。愿神在今天早上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将你属天的能力彰显在这里，彰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好让我们看见你就是那位又真又活、永远不改变的神。这是我们要一起用主你所教导我们的祷告文，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大家请坐。恭受上帝的话。圣经记载在约翰福音15章1到10节，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请。我是真葡萄树，我父亲是园丁。所有连接着我而不连果实的枝子，他就剪掉；能结果实的枝子，他就修剪，使它结更多的果实。我对你们所讲的信息，已经使你们洁净了。你们要常跟我连结，我就常跟你们连结。要是不跟我连结，你们就不能结出果实。正像枝子不跟葡萄树连接，就不能结果实一样。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那常跟我连结，而我也常跟他连结的，必定结很多果实。因为没有我，你们什么也不能做。那不跟我连结的人要被扔掉，像枯干的枝子被扔掉，让人捡去，投在火里焚烧。如果你们常跟我连结，而我的话也常存在你们里面，你们无论要什么，求就会得着。我父亲将因你们结很多果实而得到荣耀，而你们也因此成为我的门徒。正如父亲爱我，我爱你们，你们要常生活在我的爱中。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你们会常生活在我的爱中，正像我遵守我父亲的命令，而常在他的爱中一样。愿上帝祝福听他话语的人。接下来我们请子兰小组献诗，所献的诗是《生命真光》。献诗后请牧师讲道，讲道的主题是生命的连结。你的爱是永无止境。
透过子然小组的诗歌，还有非常活泼轻快的诗歌，带领我们一起来敬拜神，也让我们在诗歌当中再一次知道这位神就是生命的真光。因为我们在今天早上透过再次聚集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也一同来领受这个生命的真光，让生命的真光照耀在我们的内心当中，从神得着属天的能力。这时候，在我们开始分享信息之前，我们再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感谢你，在今天早上再一次召聚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在这里用感恩、欢喜、快乐的心来到你的面前。愿神你带领我们，在今早的时间当中，在这场礼拜当中，我们也看见你的光，你的恩典就照耀在我们的内心当中，好让我们在今早礼拜空空的来，但是要得着你丰富的恩典、丰富的能力离开这里。这时候我们要特别透过你的话语，透过你的教导，使我们更加了解你的心意，了解你对我们每一个人特别的计划、特别的旨意。愿神你让我们在你的话中再一次看见你的亮光，在你的话中看见你对我们每一个人的鼓励，对我们每一个人的提醒，也对我们每一个人的指示。献上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们。在今天早上，我们要一起来分享一个信息，这信息叫做生命的连结。在过去几次牧师在分享这个信息，在讲道当中有一个系列性的一个分享，从第一个讲到在分享生命的更新，讲到生命的建造，讲到内在里面的人，到今天要分享的是生命的连结。我想我们建造生命的时候，我们开始要认真去思想我里面的人如何的时候，接着下一步，我们要开始来寻求，开始来找到一个正确的连结。虽然你发觉你开始走在一个建造的过程，你开始走在一个生命的根基的改变的过程，但若实际上你所连结的方式，或是你连结的对象仍然是不正确的，那有可能非常可惜，在你生命当中，你所认真追求、你所认真建造，或你所认真努力想完成的，可能不会有你想要的结果，甚至会让你觉得非常的失望。所以今天我们要透过这段的经文，耶稣在跟他的门徒在最后的时刻跟他们一起的分享，跟他们的提醒跟鼓励，也盼望这样的经文成为我们生命当中非常重要的提醒。特别这是新的一年开始，这个是今年才第3个礼拜 ，OK， 第3个礼拜才刚开始而已。我想也让我们在心中，我们也做一个祷告，说神啊，在新的一年当中，我要与你更多的连接。神啊，在新的一年当中，我愿意我的生命是跟你有关系的。神啊，在新的一年当中，我是愿意住在与你的关系当中。所以今天我们要一起来看这段的经文，在约翰福音第15章的第1节到第10节。而特别是在约翰福音第13章到17章，如果你去看这个圣经，它在描写的是，耶稣准备要离开他的门徒了，耶稣准备要走上十字架的道路，他要去完成他重要的使命。在13章到17节，耶稣给这些门徒非常多的提醒，给他们非常的鼓励。耶稣有非常多的行动，让他们知道耶稣怎么样爱他们，他们要如何去爱身旁的人。耶稣也提醒他们，要在接下来可能会发生的一些事，让他们可以如何的去应对。但是我们知道，耶稣准备要离开他们了。耶稣在这段经文过不久之后，17章之后过不久，18章开始就要一步一步走向十字架的道路，一步一步的要准备走向他这个使命。耶稣准备要离开他们，
但这群门徒其实还不那么完全的知道，就是他们要面对很大的一个震动，他们不完全知道有一个很大的改变。或许他们认为，这就是一个晚餐，这就像平常晚上耶稣跟他们在一起吃饭，一起分享，对他们讲道，鼓励他们，安慰他们，提醒他们。或许对这些门徒，他们觉得，就是一个晚上。但他们不知道，甚至他们不完全清楚，非常大生命的震动，生命非常大的改变即将到来了。但这时候耶稣没有告诉他们说，我要离开了，所以你们应该要做什么策略？我要离开了，你们要做什么样的事工？我要离开了，你们应该要做什么事情？而是耶稣邀请他们回到一开始他们与耶稣相遇的那个时刻。耶稣没有告诉他们说：“我要离开了，那你要怎么去医病赶鬼？你要怎么传福音？你要怎么去做这个策略？你要怎么去推行这件事情？你要怎么去认真的完成？”耶稣没有告诉他们这件事情，而是在这个经文，耶稣邀请他们回到那个起初，回到这一开始，耶稣怎么邀请他们跟他建立关系、建立这个连结的开始。而耶稣用了这个比喻，葡萄树跟葡萄树的枝子这个比喻，对当时的门徒是非常容易明白的。对当时的人，他们听到他们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当然，葡萄树跟枝子对生活在台湾的我们可能也不陌生。台湾有非常多不同的品种的葡萄，我们也吃过，我们也看过。所以这个耶稣说的比喻对我们来讲，我们也不会觉得很陌生。但是对当时的人来讲，更重要的意义，这是他们非常重要的农作物，对他们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产物。他们的生活当中、食物当中，时常会出现这个东西。而且葡萄树为什么说对他们更深刻的去了解这件事情？在圣经当中有很深的意义，那象征的是他们以色列人，象征的是整个犹太的国家，象征的是他们整个民族，象征的是他们从哪里来。象征了他们的生命、他们的民族、他们个人是连结从哪边连结来的。所以耶稣在说葡萄树跟枝子，他们门徒可能听懂了，在讲我的生命从哪里来，讲我的生命的根源是从哪里来，讲我是谁，我连结在什么地方。我们看几段的经文，这个诗篇80篇第8节，这个诗人这么说：你从埃及带出一棵葡萄树，你赶走异族，把树栽上。这诗人在说以色列人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上面说他们好像一棵葡萄树，他们到迦南地把那个异族赶走，他们把那棵树放在迦南地当中。以赛亚书第5章他说：以色列就是上主万军统帅的葡萄园，犹大人民就是他细心栽培的葡萄树。所以对这些门徒，他们很深刻感，耶稣说这个比喻是跟我有关系的。耶稣说这个比喻是跟我的生命有关系的，是跟我的生命有连结的，是在说我从哪里来，我的生命连到什么地方。而这段经文有几个字不断的出现，如果我们刚一起读这段经文，你就会发觉这个经文有一些字不断的出现，叫做葡萄树，叫做枝子，叫做连结，叫做果实，还有更多的果实。当你第一次看到这个经文，你可能觉得很祝福的经文，更多的果实在我的生命当中，谁不喜欢呢？谁不喜欢更多的成果在你的生命当中呢？谁不喜欢有更多的成就在你的生命当中呢？谁不喜欢有更多的结果发生在你的生命当中呢？大家都很期待，大家也很喜欢这件事情发生。我去上网查了一下，我没有种过葡萄但我上网查了一下，那个葡萄如果是成熟的葡萄，而且是长得健康的葡萄，就是一个葡萄对，其实葡萄不是树，它是葡萄藤 ，OK。那个葡萄藤如果是健康的，而且是非常强壮的，这个我上网查了这个 ChatGPT 告诉我，他说可以长到80串葡萄，可以长到80串葡萄。那我们这个市面上买的葡萄呢，大概一串，大概平均大概60颗到75颗 ，OK。所以你应该想，如果一串健康的葡萄，它是可以结大概4000多颗到5000多颗葡萄的，
它是可以有非常多的果实。没有错，这是耶稣所说的话，这是充满祝福的话。耶稣要祝福你是有一个结果实的人生，耶稣要祝福你是一个有更多果实的人生，在你的各方面，在你的家庭，在你人际的关系，在你的学业，在你的工作，在你的任何的事情，你都会结更多的果实。没有错，这是一个很祝福的经文。但是关键在于，不是只有看到哇更多的果实，哇美好的果实，中间有一个非常关键的叫做连结。中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字叫做连结。若失去了这个连结，枝子长得出更多的果实吗？不要说更多的果实，若没有连结，这个枝子长得出果实吗？所以这个非常关键的，不是说啊，看起来好像就很丰盛、很恩典，相信耶稣啊，我就很有成就。这经文不是这样告诉我们，而是当我们看见更关键的在于连结。所以今天我们要透过这段的经文，我们要3个学习，让我们的生命再一次的学习与主连结。而今天的这段经文，今天要分享的，不论你今天是否第一次来，不论你还在认识这个信仰，或者你还在确认，或者你已经认识很久了，你相信很久了，但我今天仍然要邀请你，在这个圣经上帝的话语当中，再一次的思考，我真的有跟神连结在一起吗？第一个，这段经文可以给我们一个学习提醒的，就是生命的连结是对主的认识中被建立起来的。生命的连结是从对主的认识当中被建立起来的。我们回到一开始的经文，这段经文他说：“我是真葡萄树，我父亲是园丁。所有连接着我而不结果实的枝子，他就剪掉；能结果实的枝子，他就修剪，使它结更多的果实。我是真葡萄树，我父亲是园丁。所有接着我而不结果实的枝子，他就修剪掉；能结果实的枝子，他就修剪，使它结更多的果实。”当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树，我父上帝是园丁的时候，代表着有假葡萄树。当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树的时候，相对的代表有一个假葡萄树。这个真的意思不是说比较好而已，耶稣不是说我是比较好的那个，我是比较好的葡萄树。耶稣在讲的这句话，在原本的意识当中，它只是唯一真实的，而且是不可替代的。耶稣在这里讲，他说我是真的葡萄树，他在讲的是我是真实的，是不可替代的。我说当时的门徒他们很了解耶稣在讲葡萄树跟枝子的比喻，但当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树的时候，代表有一个假的葡萄树。在当时耶路撒冷的圣殿有经历过被拆毁又重建，当耶稣的时代，这个圣殿是再一次被重建起来的时刻。但这个被再一次重建起来的时刻，它不仅仅是这些犹太人建筑后面的这个西律它也有建筑，所以这个圣殿最后变得非常的华丽，非常的这个非常的漂亮。当时有一个专门在记录历史的一个历史学家叫约瑟夫，他就记录了当时的圣殿的样子。他这么描写，他说圣殿的入口处全部贴满了金子，就是这个所有的墙壁啊，这个大门啊，说你看得到全部都是金子，四周的墙也一样。此外，在门口的上面还有一些镀金的葡萄枝，上面挂着一串串跟人一样高的葡萄。他说这个圣殿入口全部都是黄金，金光相向。然后不止金光相向，这个每一个这个门口上面都有挂镶金镀金的葡萄，金马子的葡萄，上面挂着跟人一样高的。当然那个圣殿被拆毁了，所以我们也不知道到底长什么样子。但是有人就照着这样的一个描述，他就画了一个图。你可以看到，你可以大概想象一下，就那个圣殿的大门口，还有很大的柱子。然后那个柱子上面就很多很多的那个金的葡萄，然后就挂在上面，很多金的葡萄就镶在上面。然后你看到旁边还有一个爬梯子的祭司，为了要把那个葡萄挂上去。好，那这些金葡萄
它每一年都会长大。OK， 这些葡萄每一年都会长大，但为什么会长大？是因为这些外地来朝圣者，他们来到圣殿，他们就带着金葡萄，他们带着金的叶子，他们来奉献，为了要跟这个圣殿有连结，为了要跟这个葡萄树有连结，让这些葡萄继续连下去。这个记录了他说，如果要清洗这些金葡萄，或者是要把那个挂太多了，然后那个旧的要拿下来，要300个祭司才拿得动。OK， 要300个祭司才拿得动。大概我们如果我们富阳教2堂会有加起来大概450组，我们大概2/3的会友，我们才有办法去把这个金葡萄全部拿下来。这些金葡萄每年都会长大，因为有人就会拿金葡萄来连接这个金葡萄，让它看得更漂亮，让它看起来更丰盛，让它看起来更美丽，好像我跟这个金葡萄有关系，因为是我放在这里的。但是我问一个问题是，那没有黄金的人怎么办？如果我今天是一个到耶路撒冷圣殿的，我到这个门，然后我发觉哇金葡萄金叶子好漂亮，但我没有黄金啊，那是不是代表我不够努力？是不是我不够努力，我要去得黄金？我是不够努力，我去得到这些东西，我要连结在这里啊，我要让我的金葡萄也挂在这里啊。那没有黄金人不就失去连结的机会吗？另外一个问题是，如果没有人做这件事，没有人奉献的话，那这个金葡萄会长大吗？如果没有人把这些金葡萄挂上去，或是有人做这些金葡萄出来，做金叶子出来，它会长大吗？它会越来越多吗？最后需要300个人把它们拿下来吗？这些葡萄虽然好像会长大，很漂亮，但是这些葡萄实际没有生命力，因为它们是人努力来的。这些葡萄然后看起来会长大，就是哇，每次到圣殿就哇，这葡萄越来越多哦，这葡萄越来越大串哦，这葡萄越来越漂亮哦。但实际它没有生命力啊，它是人努力而来的。我努力去收集这些黄金，我努力去赚取这些黄金，为了我要可以把我的黄金葡萄挂在那个地方，我为了要可以看到一个连结，因为那是努力而来的。那是努力而来的。那所以回到刚才问题，那我没有黄金怎么办？我是不够努力，我是不够认真。很多时候我们也在做类似的事情。你觉得我在工作职场很认真啊，我很努力啊，我很认真做方案啊，我很认真跑业务啊，我在我学校我很认真读书啊，我很认真学才艺啊。我在我家庭关系，我跟我的孩子，我跟我的父母，我很认真经营关系啊。我跟我的朋友，我跟我四周人，我很认真去经营这些事情啊。我很努力啊，我一直在做啊。甚至在教会当中，我很认真服侍啊。我很认真传福音，甚至我也很渴望，很认真想要把很久没来教会把他们找回来啊。但是到最后你会发现，很多时候你会觉得你很累，你会发现到最后都是一头空的。问题出在哪里？问题出在哪里？问题出在我们都觉得我们够努力就可以了。问题出在我们觉得我们只要够努力，我们就可以得到这一些。问题出在我们觉得够努力，我们就可以有连结，够努力我就可以得到我该有的。但你要问你的生命的源头是接在哪里？你要问的是你生命的源头接在哪里？你是不是仍然是靠自己的努力想要去完成这些事情？你是不是想要靠你自己的努力去维持某些关系？你是不是只想要靠着某些努力去完成你自己的成就？以至于你都不断的羡慕别人，哇，这个人好好哦，这个人他有这个，他很会读书，他很会，他可以出去玩，他可以有什么，他有什么？但是我要问的一件事情是，你生命的源头在哪里？你所努力的方向在哪里？当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树的时候，你们认识这是一个真葡萄树的神？你们认识这是一个真葡萄树的耶稣？还是你认为我有很多葡萄树啊？我有很多我自己的方法，我有很多不同的方式去连结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如果我们错误连结源头，你可能把信仰生活变成表现，你可能把跟主连结变成重担，你可能把你每天生活你要处理的事情，你要建立的人际关系，你所要进行的事情都觉得很重担，因为你觉得好累，你觉得我都做不好，
你都觉得我没有办法，但要很诚实的问你自己一件事情：是你到底把你生命的源头接在哪里？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树，我的父是种葡萄的。”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树。”耶稣说，在这个葡萄树当中有许多不同的枝子，这些不同的枝子影响这棵葡萄树该结果的枝子。当这些枝不同的生长、不同的发出来的时候，耶稣说，把那个多的枝子、不结果的枝子把它剪掉，为了帮助那个真的会结果的、对生命有连结、正确源头的，让它会长大的。耶稣在第3节说：“我对你们所讲的信息已经使你们洁净了。”这就是刚刚前面的经文第2节看到的修剪是一样的意思。这2个字同意是代表这帮助我们把生命集中在正确的源头当中。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修剪，有时候不见得是拿走坏的东西。我想我们可能都有某些的良知，甚至我们有某些的辨别，知道什么叫好的，什么叫坏的。但是上帝的话语，耶稣这样告诉我们，拿走的有时候不一定是坏的，有时候反正我们就看似不错，但却分散我们生命焦点的事物，却分散那个真的该结果的那些枝子。你的生命源头现在接在哪里？你的生命源头接在哪里？耶稣不是生命之一的选项，不是其中之一的选项，是生命的源头。这段圣经告诉我们，耶稣不是生命其中一个选项而已。就是 OK， 今天我来这里，进来这里 ，OK， 礼拜3到耶稣了，礼拜4再换另外一个，而是生命当中唯一的源头。诗篇的诗人在127篇第1节上告诉我们：要不是上主建造房屋，建造者的工作就都无效；要不是上主守护城池，看守者的守卫就都徒劳。如果不是上主建造房屋，建造者就无效。你要知道你连结的在哪里？你要知道你连结的是真葡萄树还是假葡萄树，还是连结在这个世界告诉你该连结的事情。第2个，在这个经文当中，我们一起来学习。既然我们讲要对主的认识，我们就继续来看生命的连结是我们在跟主的关系当中得着能力。我今天不直接跟你说什么叫结果子，要结多少果子，这不是今天该讲的。今天该讲是怎么样连结，怎么样在主的关系我们得着能力，怎么在主的关系当中我们重新去认识他，怎么在跟他连结的过程当中，我们真实的晓得我们生命从哪里来。所以在这段经文接下来第4节，他说：“你们要常跟我连结，我就常跟你们连结。要是不跟我连结，你们就不能结果子。正像枝子不跟葡萄树连接，就不能结果实一样。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跟我连结的，而我也常跟他连结的，必定结很多果实。因为没有我，你们什么也不能做。因为没有我，你们什么也不能做。”常跟这2个字，在那个台语的翻译，一共用不习啊，不习。那如果你看和合本，我们就要常看和合本，他是说这个常在 ，OK。那不论是哪一个翻译，它的意思都是指不离开、紧密相连。这表示的是一种关系，表示是一种关系的状态。不论他语讲不习高啊低的，还是这边经文看到说常跟我同在，都是在讲是一种关系的状态。耶稣把焦点从认识他进展到关系的连结。前面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园丁。现在耶稣说跟我连结，耶稣把焦点从只有认识他，转变到关系当中，与他的关系里面。我们必须很诚实问一件事情，在讲到一开始其实已经有讲到，就是如果你是已经在教会很久了，你已经在这个信仰当中很久了，你相信很久了，我必须问你一件事情，你要很诚实的问自己，就是你现在还住在跟主的关系里面吗？我们必须很诚实的问自己，我现在还住在跟主的关系里面吗？如果你还在追求，你还在认识，甚至你第一次来，我也邀请你，你也诚实的问自己：我现在愿意试看看更认识主吗？
我也是让更愿意跟主连结在一起吗？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当你问你自己这个问题，你会怎么样回答？你会说 yes， 我这样跟主在一起，还是你说我昨天有跟主在一起，还是说我前天有跟主在一起？我昨天有祷告 ，OK， 我上个礼拜有祷告，我上个礼拜有敬拜 ，OK， 没有，我们刚20分钟前我们都有敬拜 ，OK， 好，我们都有敬拜也有祷告 ，OK。当你问这个问题的时候，你很认真的问我还在这个关系里面吗？还是你说是啊，神，我在受洗的那一刻，就停留在受洗的那一刻。我用一个比方跟大家分享，那这一个月哈，牧师有机会到台北去参加2场的婚礼，都是我们教会的青年，他们结婚。那因为他们工作或他们的朋友都在北部，所以他们就在北部举办婚礼。那点是举办婚礼，就是这2个人他们要誓约嘛，两个人要誓约，然后我愿意 ，OK。但我们知道誓约不会只停在我愿意，誓约结婚不会只停在我愿意。那这让我在当看到就是这个要结婚的这2对青年，我再次也回想到我自己的生命。然后牧师结婚大概2年半 ，OK， 还是差不多哈，牧师还长差不多 ，OK。那师母是长得更漂亮 ，OK， 好，更漂亮。那我会重新的回想一件事情，是当我们2年半前结婚完之后 ，OK， 那如果有人来问我说，你结婚了吗？然后我回答说，有，我结婚了。我在2年半前我有结婚。如果有人问说，我结婚了吗？我说，对，我2年半前我有结婚。那现在呢？现在我没有吗？同样，当你认识耶稣，你邀请他到你的生命当中的时候，你会说，神啊，当你问这个问题说，我还在关系里面吗？神啊，我在相信的那一刻，我在那个里面。我有在那个里面，但现在可能没有。我跟这个师母在这个结婚的过程当中，也要慢慢的建立关系，慢慢的培养，慢慢的磨合，慢慢的去认识，才在慢慢在关系当中，我们知道彼此真实的需要，在关系当中，我们慢慢的可以去好好的去互相的配搭。所以那是必须是进到一个关系当中，不是做一个认识。不是说我2年前我有结婚，2年前我有做什么。所以这个经文这样告诉我们，他说：“正像枝子不像葡萄树连结，就不能结果子一样。”当这个枝子说：“我上礼拜我连过，那代表它要进入枯干了。”当这个葡萄树的树是：“我上礼拜有连过，我上礼拜有连到那棵葡萄树哦。”但我这一拜没有连哦。你想，当一个树枝，它原本是很茂盛的、很清脆的，但它从树掉下来的时候，它会怎样？会枯干啊，它会失去生命力啊。当这个枝说，我上礼拜有连过，我2年前有连过，我30年前有连过，但代表它要进入一个枯干了。耶稣说：“因为没有我，你们什么也不能做。”在经文上看起来好像是一种威胁。好像是一种逼迫，就是没有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看起来耶稣好像在逼迫你，看耶稣好像在威胁你，但这不是一种胁迫，不是一种逼迫，是很清楚的告诉我们，不是枝子自己会结水果，不是这个树枝自己会结水果的，而是枝子它透过这棵树的养分让它结出果子，不是这个枝子它自己会长出果子来，而是当这个枝子连在树上，追在葡萄树吸取它的养分。它才长出果子来。我的前面有放一个篮子哦，刚刚上台就有人在看我到底这个篮子到底是什么东西。我让你更清楚的知道这个比喻到底在说什么。这里算葡萄，这里算葡萄。那这一串葡萄，它离开葡萄树了，对吧 ？OK。那现在我等一下我就这个葡萄很好吃哦，那我就拔了1颗下来。
OK， 我拔了一颗下来。那请问那个被拔下来的那个枝，它还会再长葡萄吗？它不会再长葡萄了，为什么？因为它没有连接在葡萄树上，它不会连接，所以它拔下来，你说，那葡萄就对这个葡萄就对自己说，长出来，长出来，长出来，它会长出来吗？不会。你对它说长出来，长出来，长出来，会长出来吗？长不出来。也同样的，这里还有另外一个水果叫香蕉。这个香蕉，你刚刚说香蕉，你结出葡萄吧？我要吃好吃的葡萄。这个香蕉结出葡萄吗？结不出来，为什么？因为它是连在香蕉树的。纵使它现在连在香蕉树，它也长不出葡萄。为什么？因为它是连接在香蕉树上，它不是葡萄树。所以，这个拿爱心午餐，我们在一起分享。OK， 好。所以当我们在说结果或能力，不是说多做而来的，不是说努力就来了，而是连结自然流出来的生命力。能力不是多做，你告诉他长出来，长出来，我已经拔掉了，就全部剩一个葡萄枝，然后说长出来，长出来，它就长出来了。努力的长，重点是它有没有连结在一起。我们很熟悉的经文诗篇第1篇的第3节，他说他像移植溪边的果树。我们读和合本比较常读的和合本，它叫做他要栽种在溪水旁的一棵树，或台语嘛是讲栽种在溪边的树。但是在现在中文译本，它翻译出另外一个意思，叫做移植到溪水边的树。它的意思是什么？代表这棵树原本不在溪水边的，但是你看到当这棵树移植到溪水边，当移植到那个水是不断涌流的溪水的时候，它就按季节结果子。它的叶子不凋零，它所做的事情也都样样顺利。最后一个，在这个经文当中，我们一起来分享生命的连结，也是在主的话语当中，我们得着坚固。生命的连结也是在主的话语当中，我们得着坚固。经文这样告诉我们：如果你们常跟我连结，而我的话也常存在你们里面，你们无论要什么，求就会得着。我父亲将因你们结很多的果实而得到荣耀，而你们也因此成为我的门徒。你们常跟我连结，我的话也常常在你们里面，你们无论要什么，求就得着。我父亲就因着你们结很多的果实得着荣耀，而你们也因此成为我的门徒。耶稣说：“我的话住在你的里面。”耶稣说：“你与我连结的时候，我的话住在你的里面。”耶稣说：“我的话不是在那个时代对门徒所说的，不是对那个时代耶稣医治人说你起来行走，我要医治你，你的信心救了你，我要使你得到释放，我要让你得着信心，不是在那个时代发生的，而是在现在也在对你说的话。不是在那个时候才发生，而是在此时此刻也在对你说话。其实我们不是没有听过这一些话，我们不是没有听过这些上帝的话，而是没有让话住到我们的生命里面。其实我们不是没有听过，而是你有没有真的邀请，甚至真的让那个话就在你的生命当中成为你生命的一部分。有时候我们就看着就过去了啊，读了就是OK， 我知道有这样的一个故事，我知道有这样的一个经文，我知道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但那好像就是一个故事，但那好像就是一个在对某人说的，不是对我说的。我们不是没有听过，而是我们有没有真的让话住在我们里面？所以说，我们教会一直很鼓励。而且一直在推行一件事情，就是为什么要读经的计划？为什么要全年有360天或370天的计划？为什么我们要导读？目的就是让我们在这样的过程把话注到生命里头。
就是让我们的生命跟这个话是有连结的，而你不仅是住到里头，你也用你的嘴说出来，宣告出来。这是为什么要导读？不是只有读而已，不是住进去，你也说出来，你也宣告出来，把那个话语成为你生命当中你宣告出来的能力。最近在这个1月份当中，在这个青年的提摩太牧区，就在训练这件事情，训练这群年轻人怎么样导读，训练他们嘴巴说出来的话是要上帝的话语，这个上帝的话语说出来的时候，住在他们里面的时候，成为他们及时的帮助。我们最近也在训练他们怎么样祷告，怎么样用正确的方式跟上帝有连结，怎么用正确的方式用上帝的话来祝福来祷告。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我们不是只有听而已，不是只有看而已，而是让他住到里面。昨天晚上要在我们每一个小组，我们都在练习要怎么样用这个5重祝福的祷告，然后用导读，然后来互相祝福祷告。然后最要结束的时候，牧师跟另外一个国一的一个学生，我们2个分一组，然后我先为他祷告，就为他各个方面祷告，用上帝的话语为他宣告，为他祷告。那后来换到这个国一的学生，他就看着我，他就这样看着我，他看着我，然后他就说：“牧师，你还需要上帝的话吗？”他说：“你应该知道很多了。”他说：“然后他就说：‘我不知道，牧师，我不知道怎么为你祷告。’我就跟他说：‘那上帝的话是有能力的，你就说出来，你就用这段经文做一个祷告就好。你就为了我们今天昨天晚上所教导这些事情，就一个一个很简单的说出来祷告，祝福，成为一个连结。OK。而当这样在那个过程，虽然他可能就是有点害羞，然后有点不知道怎么说，但当他做的时候，感受到那个连结就在那里。不仅是我们2个的连结，也感受到神的连结就在我们当中，透过上帝的话语。所以葡萄树跟枝子最具体的行动，就是真实的按着上帝耶稣基督的话语去生活，去服侍。当主的话住在我们里面，你的祷告、你的服侍、你的生活的模式，也会对齐上帝的心意。刚刚的经文告诉我们说，你求就得到。OK， 刚刚的经文说你求就得到，很多人看到这个经文就哇，我求我就得到。但前面耶稣说了什么？当他的话在你的里面的时候，你求你就得到。关键在你有没有把他的话放在你的里面，关键你有没有对齐这件事情，还是你仍然非常在乎我要用我自己的方式很努力的去做，用我自己很习惯的生活方式去做，用我自己的话去跟别人连结，用我自己的方式去爱别人，看别人是不是这样爱我，看别人是不是这样关心我，看别人是不是这样很看重我所做的事情，还是你是时常的把耶稣基督的话放在你的里面，成为你生命重要的宣告，而不是让那些错误的宣告在你的生命当中不断的产生。当主的话在你的里面，你的祷告、你的服事、你的生活的方式，自然就对齐上帝的心意，果子自然就结出来。哥罗西书的经文这样告诉我们：你们要让基督的信息丰丰富富的常住在你们心里，让耶稣基督的信息丰丰富富的住在你们心里。他不是说耶稣基督的信息一句话住在你的心里，耶稣基督的话某些住在你的心里，耶稣基督的信息丰丰富富的常住在你的心里，让你的生命因着有神的话，在这样的过程当中，你认识他，建立关系，你也被坚固起来。结果这不是一种压力，不是一种责任。当你刚才听的过程，感觉那是要结果子哦，结很多果子。刚刚耶稣要祝福好多果子哦，那这是会很大的压力跟责任。这不是个压力跟责任，而是很在你连结的过程很自然的流露出来。不要着急，不要着急，你现在到底觉得你结了多少果子？耶稣更在乎的是你花多少的时间，花多少的力气跟他连结在一起。所以在结束之前，我要再问一次这个问题，就是你花多少的时间？你现在还在跟主的关系当中吗？你现在愿意花更多的时间来认识他，跟他建立关系吗？我也要对
已经很久没有来教会，甚至你现在在线上收听的，我也要鼓励你，你是否愿意回来到跟耶稣的连接里面？是为了这个教会要坐满的，不是为了这个教会要看起来好像很强盛，而是为了你自己。如果你发觉你真的很久没有回来了，你发觉你很久没有回到那个关系当中，我要鼓励你，用上帝的话语鼓励你。若离了我，没有办法做什么。与我连结的，就结出那个生命的果实。因为上帝赐福我们每一个富阳教会的弟兄姐妹，让我们在新的一年当中，我们的标语叫做向神奔驰。但是在向神奔驰的过程当中，不要忘记，只是很努力在跑，觉得我要一直跑，要跑到神那里去，但却忘记了更重要那个跑的过程，你要跟神一起跑，连接在一起。因为上帝赐福每一个弟兄姐妹，也将这样子果子的祝福，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流露出来。在今天的讲道的信息结束，我们也有有医治祷告的时间。我们等一下先来一起唱一首诗歌，这首诗歌叫做《紧紧抓住你》。在唱完这首，我们现在一起唱一次这首诗歌。当唱完的时候，牧师要邀请，如果你有特别需要别人为你祷告的，在各个方面，如果你有需要，牧师要邀请你勇敢的走到台前，我们代祷的同工会来为你服侍，要来为你祷告。我们一起来先坐着来唱这首诗歌。我们唱完一遍之后，邀请这些弟兄姐妹勇敢的走到前面来。我无助的时候，你给我力量；我害怕的时候，你紧紧抱住我。当我觉得我不行，你告诉我可以，你就是那最爱我的主。我紧紧抓住你，我紧紧抓住你，我永远不放手。我看到你独生子为我钉死在十架上，我紧紧抓住你，我永远不放手。是你医治了我，是你从未离开我。再次从头唱的时候，邀请，如果你需要被服侍的弟兄姐妹，你就勇敢的走到台前。当你踏出这个信心的一步，当你踏出这勇敢的一步，神的恩典就要开始来彰显。邀请需要被赐福、被祷告的弟兄姐妹来到面前，来到台前。当我觉得我不行，你告诉我可以，你就是那最爱我的主。我紧紧抓住你，我永远不放手。邀请都走到台前，一起来接受服侍。钉死在十架上，我紧紧抓住你，我永远不放手。是你医治了我，是你从未离开过我。这时候要邀请前面的服侍的同工，我们一起来为在台前的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为他们祷告。坐在台下弟兄姐妹，你也可以为了你自己的需要来祷告。特别你也可以在今天做一个祷告，说：神啊，亲爱的耶稣，我今天也要做一个决定，就是我要与你更深的连结。或许我现在与你断线了，但现在我要与你更深的连结，让我再次回到你的里面，让我紧紧的抓住你，让我在你那里得着力量跟帮助。这时候我们台前呢开始来服侍，在台下的弟兄姐妹，我们为了自己来祷告。主，我们谢谢你，主，在我们同在当中，谢谢你，主，我们看过我们之后在同在里面，谢谢你，主，我们看过我们的时候，谢谢你是在我们同在当中，所以谢谢你是在我们同在的时候看过我们之后，谢谢你是在我们的哈利路亚赞美你是我们同在，谢谢你是在我们同在当中，哈利路亚赞美你是在，谢谢你是我们的你是我们的意思就在我们同在里面，所以谢谢你是在我们同在，谢谢你。赞美你是在，
再一起来唱这一首的副歌，一起来唱着我紧紧抓住你。我紧紧抓住你，我永远不放手。我看到你独生子为我钉死在十架上，我紧紧抓住你，我永远不放手。是你医治了我，是你从未离开过我。我已看到我的未来，充满信心和盼望。亲爱的父神，我们生命总有软弱，总有无助的时刻，也有伤心、失望的时刻。但神，你是我们的力量，神，你是我们的帮助，你是我们的避难所。当我们感到害怕，当我们感到惊惶的时候，你用你慈爱的双手紧紧地抱住我们。主，当我们感到生命快要走不下去的时候，你告诉我们，你的话语充满在我们的内心当中，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生命当中重要的宣告，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生命所走的每一步是有你的同在。神啊，站在你面前的这些弟兄姐妹，在他们的内心带着许多不同他们的需要来到你的面前，主你都知道，主你都了解，主你也都明白他们现在内心所遇见的困难，他们内心所渴求的事情。神啊，你是他们的牧者，你是他们生命的引领者，你知道在这个时刻怎么样帮助他们是最好的，你知道在这个时刻怎么医治他们是最好的，你在这个时刻怎么来扩张他们的境界是最好的。神啊，照着你的旨意来成就这一切，在每一个愿意勇敢站在你面前的弟兄姐妹，愿神你就亲自来带领他们生命的境界，带领他们生命的脚步。神啊，让他们也紧紧地抓住你，让他们也紧紧地在与你的关系当中住在你的里面，领受到你的恩典。主啊，当我们这样回应的时候，我们就相信要看见未来是充满信心跟盼望的。主，我们要宣告，站在你面前的这种弟兄姐妹，他们要在你的里面再次得着这样属天的能力，得到这样属天的生命力，因为在你的里面是有盼望，在你的里面是可以看见信心的。主，我要奉你的名宣告，来祝福每一个富强教会的弟兄姐妹，让我们真的也是紧紧的抓住你，让我们真的也是住在你的里面，让我们不是断线的，让我们不是可有可无的，而是我们真实的知道，我们离了你，我们不能做什么，我们不能只靠着自己的血气，靠着自己的能力拼命的努力，而忘记要与你建立更深更亲密的关系。神啊，求你赐福在我们的教会弟兄姐妹，让我们真的是很警醒这件事情，让我们每一个枝子是连接于你的，让我们的教会也是连接于你的，让我们因着连接于你，生命得着源源不绝的生命力。神啊，献上我们的感谢，也献上我们的祷告。这样祷告祈求完全的交托，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们。感谢神。接着我们来奉献，我们请司献的执事预备。
会众请起立，我们一起来唱奉献的诗歌。请坐。一起来读本月的金句，我们一起读2次，请。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上帝的儿女。约翰福音1章12节。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上帝的儿女。约翰福音1章12节。报告。我们先翻开第2页，在下周的敬拜服事同工，主理是夏文学牧师，司理是利维稳长老。那其余的部分我们请自行参阅。接下来我们请翻开本会消息，在第4页。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这一天简短的做报告。那第一点是在本会定于下主日会进行新春圣礼典，那邀请弟兄姐妹预备心，踊跃出席参加，得着属灵的祝福跟能力。那在第2点，小会的公告，本会定于2月8号召开定期的会员合会。那请大家注意，当天只有举行1堂的礼拜。那名单的部分已经有公告在布告栏，如果说有出入或需要修正的，那请在今天跟维斯干事来提出订正。其余的部分我们请牧师补充，谢谢。好，各位兄姐，我来做补充的报告哈。首先，我们介绍一位新朋友来到我们当中，我们欢迎刘玉慧在哪边？哎，欢迎你，玉慧哈，欢迎你来参加今天的礼拜，上帝赐福你哈。好，那刚刚我们周报里面也很详细，而且我们第1季的施工都已经在这边，我就按照这个补充的部分，等一下在投影片的部分再补充。第一个就是我们下个礼拜要圣餐，对不对？我们希望大家能够踊跃都参与哈，一起来参与领受神的祝福2堂礼拜都有圣餐。第二个是2月8号，等于2个礼拜后我们要举行合会，所以是9点开始哦，就1堂。所以平常我们习惯参加第2堂的，你要提早到我们希望能够12点以前结束哈那一天应该我们会准备便当了，因为没有那个爱心午餐所以请大家预备心。一个重点就是我们长老教会有一个非常重视，就是民主代议制度，所以每一个会友就是会员你来参加如果真的有困难或是外出，请你记得跟你的小组长或是跟办公室说对不起，那一天我要请假才能把你的名单列入不可抗力这样我们才能够正式开会，因为要人数的规定哈。好，那第2个补充呢，就是在周报里面我们要来恭喜我们教会参加教会公报的手抄路加福音，我们竟然是得第1名，有41个人完成，哇，一本很厚哦感谢主，恭喜啊！那还有2位呢，很难得他抽是10位，一共165人参加
就是写完嘛哈，抽出10位，其中我们教会有2位是朱淑珍姐妹还有林恩惠姐妹得奖那在2月份会来拿来颁奖给大家好，那还有一个新朋友吗？好，刚刚有位新朋友刚进来我们台东兄的朋友来欢迎你王弟兄的样子好，欢迎你，王弟兄欢迎你，王弟兄欢迎你欢迎你好，谢谢。那牧师有一个感动，我们这2、3年都参加箴言还有诗篇还有我们去年的路加，哇，都成绩很好。牧师有一个感动今年我听到公报社要举办抄那个《使徒行传》，所以请你预备好我们期待，已经41个了，对不对？我们50几年嘛，我们能够超过50位得奖，好不好？大家开始预备心，而且顺便提早报告，我们下午我们的书法班竟然要办一个什么硬笔书法的训练了，哎呀，太厉害了！因为你的书法班不只是写毛笔，现在写硬笔，因为我们现在都打电脑所以写硬笔把《使徒行传》抄好。我们希望能够突破50位其实如果包括教会办的部分超过50位了那期待我们如果下午有想要参加的，在4点在3楼有谢福龙老师教你怎么写硬笔书法一个人要交250块，听说还有一些点心什么的啦如果你有兴趣，因为临时今天才知道了，所以赶快到楼下参加好，我们还一个报告再来做其他的补充，等一下先留在这个页面我们要恭喜我们的教会洪恩兄跟荣轩姐，他得到第2位男孩子，叫做王木林，是我们魏鹏长老美健老师的第2个孙子。来，我们鼓掌拍手欢迎。再来2个小报告，第一个是我福音春联我们因为这一次是送印的，所以数量比较多。开放第2章，好不好？开放第2章的索取。如果说你家里有2个地方，你办公的地方要贴更好可以索取签名就可以。另外，我们也欢迎大家。昨天呢，我们这个席安兄他的画展在公会堂，就是在民权路公会堂已经开幕了，要有差不多2、3个礼拜的时间。欢迎大家，比如像假日期间带亲人去那边参观，哇，那个环境很好，而且看美好的画欢迎大家踊跃去参加。另外，我们那个2手衣物呢，请大家在2月13号前整理出来，用箱子装好，能够分类，或是用签字笔写一下，说这个什么东西，放到地下室的地方。那刚刚受到一个感动，说我们弟兄姐妹大家都很踊跃参加各样的事工跟活动，也参加各样的聚会那我们这个第3个其他报告说，我们希望能够在庆祝50周年的时候，我们要从最基本面开始啦。我们要邀请弟兄姐妹呢，你来关心曾经在我们教会聚会，你知道他可能不在别的教会，邀他回来我们的富强大家庭所以有时候你来做礼拜，不是自己专心敬拜看一看，我的好朋友或是一起在敬拜的弟兄姐妹怎么没看到呢？打个电话关心他这个是最基本的让我们的富强教会在一个大家庭，就大家没有一个欠缺的，每一个人都能回到富强教会参加做礼拜好，我们请投影片给我来做一个补充我们这个原来的投影片，我们教会要举办硬笔书法，已经报告过了，在上面1页，好不好？上面1页，这个是在上面有1页其他报告，有没有？对我们上个礼拜6有周报是写说，上个礼拜6为一位黄琼慧姐妹举行临床施洗啦。那因为癌末所以在昨天就蒙主恩召享年64岁。那他们的家庭都没信主，是因为我们教会的婉丽姐妹，还有另外在以前浸信会的姐妹来引导他所以上个礼拜受洗昨天就别世。那因为便是我们的会友啦，所以我会报告在长执会的群组
我们的第二组预定要来帮忙关心这个丧礼啊，因为他们家属今天才会讨论什么时间要举行告别式哈。啊，我们希望会有时间允许的话，因为来不及在现在公告了哈。啊，如果会有小组可以去关心，因为这个家庭啊，借由参加这个告别式，我们的关心，让他们能够受感动，也能继续来教会。啊，这个是一个补充报告。好，那刚刚已经下一页，硬笔书啊已经报告，这个是我们看到我们的群组里面有我们的约书亚牧区的微光吉他班，要办吉他班哦。在下面有文字吗？有文字对。从3月7号起，每个礼拜六早上10点到12点，要在教育中心举办这个吉他班。我们的徐乃杰老师要教导12堂课，一期2000块，吉他自备这个是我们现在年轻人呢会弹吉他是非常棒的事情了哈。除了自己有一个音乐的熏陶，重点是也可以服侍有要报名的请赶快哈。我们有图卡可以自己看。来下一页。那我们的门徒学校现在已经进入应该是第2堂了。我们期待如果你现在才得到消息，请踊跃来参加来报告哈。好，那我们的消息就报告补充到这边。我们中午有爱心午餐哦哈，大家一起来聚餐，一起来联谊。好，感谢。我们请起立来唱颂荣的诗歌《我的神，我的王》结束，请牧师带领。我的神，我的王啊，我要遵从你的命，我要永远称颂你，我要天天称颂你。我们一起来领受从属天的祝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扶持与相通，常与我们众弟兄姐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大家请坐。